香港呢不嬲都係啲潮男潮女嘅聖地，不過落趟香港逼人逼車，諗起都驚。但係思文呢就話琶洲保利有一個港博會，香港創意時尚設計、3D 遊戲技術乜都有齊，坐幾站地鐵就可以感受到呢個香港嘅潮流創意，舒服得嚟又抵玩。今次香港博覽將而家最潮最時尚嘅元素搬到嚟廣州，創意家居、動漫時尚、最新嘅電子技術應有盡有啦。嗱，依家時興混搭風啦，潮流得嚟啊，仲要得意好玩先受歡迎噶。嗱，你睇呢一邊遊戲攤位圍滿人就知啦。喂，講咗啲噃，普通商場邊切水果啲機都係咁樣玩㗎啦，切去邊啊？而家玩緊呢一個咧就叫 AR 啦，中文咧就叫增強現實。咁顧名思義啦，就係一啲喺現實上面冇嘅嘢咧，我哋可以增強成為一啲好特別嘅嘢。咁譬如我哋而家可以做到嘅咧，就可以通過一啲智能手機啦，或者平板電腦啦，咁通過呢啲嘅 APP 咧，就可以掃描喺唔同嘅圖像上面，就會有啲新嘅嘢出到嚟。咁即係啦，將現實嘅物品虛擬化，再同 3D 技術相結合。嗱，睇雜誌仲可以睇埋 MV 添。嗱，以前咧大家都中意集一啲明星嘅閃卡啦，原來而家啲人咧中意儲呢一種靚女嘅女僕卡，咁齋睇都係得個靚女喺上邊，冇乜特別。咁變魔術咧要道具嘅，先嚟部 pack 先嚇嗱，將呢張卡放喺上邊，哇，係成個靚女彈咗出嚟，仲可以360度去睇。嗱，最啱啲宅男翻屋企慢慢欣賞啦。